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台积电、Intel 等半导体公司的头人，招国际大厂去日本投资，增加因的竞争力。日本电视局半泽特殊搬歹人的演员刺穿月之组，怀疑是因为成败大行底路，送病院目前有意识。英国一个冒险家七天甲世界新7大奇景走透透，旅行36000公里，破世界纪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蒙大拿州的议会通过法案，是规州拢禁止用中国影音平台抖音，要求 Google 甲苹果都要将抖音的软体落架。将做是全美国头一个立法禁止用抖音的地方政府。不过，这当中是牵涉到言论自由，而且有真侪少年人在用，要全面禁止实在真困难。蒙大拿州议会伫4月14日表决通过编号数19的法案，禁止伫蒙大拿州境内使用抖音软体。佢要求 Google 甲苹果公司伫各自的软体下载平台，也就是 Google Play 甲 Apple Store 将抖音软体摕落来，主张禁用抖音的一方认为，创办抖音的中国 IT 企业字节跳动，就算是民营公司，也过又愿受中国共产党政权指挥，随时可能将使用者的个资传送去中国，同时协助中国扩散甲美国敌对的影响力。TikTok i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his app steals information and data from users, and its ability to share that data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unacceptable and infringes on Montana's rights to privacy. 为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开始，美国各级政府都想尽办法，要杜绝中国 IT 企业的软硬体继续伫美国市场生存。上大的共同理由就是包括华为手机甲抖音等硬体软体为中国政府开后门，偷摕使用者的资料，佮散发不利美国的大宣传。ByteDance might want to be a normal company. They might want to be a good partn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But when the party tells them they can't do that anymore, then they can't. So it's a completely legitimate U.S. concern. 也毋过对法案生效持悲观的也有袂少人。It'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imagine TikTok or any app of this scale being banne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blem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doing that. 除了技术面的困难，法律官司也是袂当疏忽的障碍。除了抖音甲字节跳动公司普遍指出，禁令违反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也有偏向支持民主党的团体，像美国民权联盟有同款的看法。路透社报道指出，以当年川普政府的强势，拄着反对禁令的各种官司，也是无啥物效果。美国若要为蒙大拿州开始扩大禁用抖音，会面临白色挑战。公司新闻，齐家人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八搬过日本电视剧半泽特殊其中一个演员刺穿月之组，今日早起后发现倒伫咧厝里，送医急救，怀疑是行底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有一场脱秀表演，因为模仿习近平的口号，考试解放军是野狗，去封发台票6000万，演员无限期停演。英国探索到，英国甲日本签广岛协议，加强合作，尤其是要做伙做半导体，防止中国若是拍台湾，晶片供应会断暂的危机。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好野人艾弗斯汀涉嫌逼未成年的少女甲正常界名人性交易，因为艾弗斯汀收乌心钱的口座伫德意志银行，所以受害者是甲银行告。即阵德意志银行是赔7500万美金和解。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外交大使团的车队，做事是伫咧奈及利亚当地攻击，造成4个工作人员死亡，3个人去互绑票。英国哈利王子甲伊的看守梅根参加颁奖典礼离开的时阵，是撞到辆肉车要甲因偷袭，双方特地要2点钟险出车祸。当年戴安娜王妃就是因为着闪记者才会弄车死亡。加在即回哈利王子因翁仔某2个人是平安。英国哈利王子甲伊的家后梅根，佮梅根的妈妈，16日纽约参加一场颁奖典礼了后，去互人对伫后壁翕相。哈利王子的发言人17发声明表示，一阵真有攻击性的狗仔队驶6台车窗满乌的车，上演一场瓦近灾难性的对峙。对峙事件超过2点钟，这个过程差1点仔去压着，波及过路人，佮其他的驾驶甲2个员警。
后来哈利翁仔某换坐计程车，想要互因入无，毋过计程车司机是讲因无感觉有危险。Oh,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I think that's all, exaggerated and stuff like that. So don't read too much into that. But as far as you were concerned, when they were in your taxi, did you feel like you were in danger? No, They no, were in danger? no. New York City is the safest place to be, right? 哈利甲媒体的关系长期拢无好，因为妈妈戴安娜王妃伫1997年巴黎磅空内去互拄着死亡车祸，都是为着闪过这个狗仔队的队列。哈利甲妈妈的死讲是媒体对伊私生活的骚扰。纽约市长亚当斯谴责伫人真济的城市上演开车队列，是粗鲁而且无负责任的行为。I would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2-hour high-speed chase. That would be, 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but we will find out the exact duration of it. But if it's 10 minutes, a 10-minute chase is extremely dangerous in New York City. CNN 报道指出，哈利一个保镖表示，这个过程毋若一间换车，有人看到两个人开一台乌色的汽车离开颁奖典礼，后来佫有人发现因换坐黄色的计程车，好佳在到尾仔拢平安到大个所在，敢若着青囝尔。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哥伦比亚一只小飞机2礼拜正式落地，迄当阵飞机顶是有7个乘客，所敢若找到3个大人的遗体，有4个囡仔失踪。时阵哥伦比亚总统竟然是公布奇迹的消息，讲伫咧雨林当中找到囡仔，而且4个人拢抑过活咧。上细汉的是只11个月大的婴仔，真正是奇迹。哥伦比亚陆军和空军顶2礼拜外持续针对5月初1的坠机意外进行搜救。哥伦比亚总统 Petro 17日推特发文宣布讲，运气真好，军方伫国内的雨林中找到4个囡仔。这个消息让国内民众拢真欢喜。Se encuentra un grupo de un poco más de 100 personas en lo que es el esfuerzo principal, el esfuerzo de apoyo y en lo que tiene que ver con planeamiento y mando y control de las acciones que se están realizando en el área. 4个囡仔分别是13岁、9岁、4岁，和一个才11个月大的红儿仔。意外当时，机顶3个大人，包括飞行员和4个囡仔的老母在内的遗体，已经伫进前就找到。根据 BBC 报道，这个家庭是哥伦比亚少数的原住民族群。哥伦比亚军方讲，伫雨林内有找到用树咧搭的临时避难寮啊，和因的物件。搜救犬嘛斗3天来找到囡仔食过的果子。研判这届搜救任务真有可能会出现奇迹。Dentro de los rastros pudimos hallar unas tijeras y una moña y un empaque de la moña, el cual pues nos reconfirma que la situación de que ellos se encuentren todavía con vida. 哥伦比亚灾难应变机构讲，载落来飞行机有反映讲引擎出问题，几分钟后就伫雷达顶来消失，也若详细失事原因，我会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军定钱变宝，物件一直咧起价情形，是这32年来上界严重的时期。当地有做鞋仔工厂，因为原料贵，而且百姓已经无钱通好买鞋仔，货嘛卖袂出去。即阵是成本悬、收入低、上头烧。Buenos Aires 郊区的这间鞋厂，员工当认真咧做各种造型的鞋款，不过头家伫店内看到小单油头甲面，因为军定的通膨已经增加109%，创下历史新高。包括皮料、布料、树林这原料，计销逐工起，进口成本因为官方管控汇率起2倍。头家爱讲，这是做鞋产业所拄到上困难的时期。De lo que yo recuerde, salvo la apertura económica de los 90, es el peor momento. 成本增加唔打紧，头家上烦恼的是恶性通膨，民众无钱，消息也是愈来愈歹，利润愈来愈低。恐惊落尾就要行上伊上无爱做的裁员之路。Y si das un poquito vueltas por la fábrica, te das cuenta por qué uno sigue adelante. Detrás de cada uno de los operarios que tenés acá trabajando, tenés una familia atrás, ¿no? Uno se siente útil, dándole la posibilidad que haya un plato de comida en cada casa de esa familia. 另外一间鞋店的头家讲，即摆人客手头暗。较侪是干那看无要买，只好犹太分期付款免利息，希望会当有生意。不过最新数据显示，军定目前每4个人都有1人伫散价线以下。除了民生必需品了外，剩的会当省就省，
若做为产业，另外真侪产业嘛拢伫咧高通膨的阴影下面临生存危机。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环游世界是真侪人的梦想。伫咧英国有一个冒险家是挑战更较困难的任务，去感觉世界新7大奇景走透透。而且伊挑战的目的是为慈善活动募款。第7天，伊是对中国出发，搬山过海，跨过亚洲、欧洲甲美洲，旅行36000公里。一路上去参观中国的万里长城、印度的泰姬玛哈陵、约旦的佩特拉古城、意大利的罗马竞技场、巴西基督雕像、秘鲁马丘比丘甲墨西哥的奇琴伊察这7座奇景，是创下世界纪录。A new Guinness World Record has been set. Get in there. 英国冒险家杰米·麦唐莫伫墨西哥的奇琴伊察玛雅遗迹进行开香槟庆祝家己顺利完成7天访问世界7大奇景，创下金氏世界纪录。这段旅程为中国登城开始，过去约旦的佩特拉古城、印度泰姬玛哈陵，再去坐飞机去意大利参观古罗马竞技场。然后，搁转去南美洲的秘鲁马丘比丘印加文明，甲巴西里约热内卢真悬的基督教救世主雕像，最后伫墨西哥结束。全程是36700公里，只用6天16点钟14分钟。I think I slept 12 hours in the space of 7 days. So from that front, it was really challenging, and it was go, go, go non-stop. 这座交通有旅行社赞助，伊坐13班飞行机、16摆计程车、9摆公车、4摆火车，抑搁坐便车。过程当中也捌走毋着航厦错过航班，好佳在无严重偏离计划，只是甲时间比赛。每一个景点甲2点几分钟，翕相存证。来去之间要互伊心灵平静的一个所在，就是安第斯关山的所在，云雾内底的马丘比丘。It felt spiritual. And this time I'd probably like to make my way up to that elevation rather than just racing to it. 这米细汉时阵有罕见疾病long COVID抗糖症，地区免疫缺陷，由现者症状到会进前常常进出病院，好佳在治疗了后慢慢好起来。伊为2011年开始挑战各种高难度任务，欠大家眼光，为慈善机关走总善款，帮助破病囡仔，目前已经走总资金超过100万英镑。一摆7天7大奇景是上困难一摆。有3囡仔，伊讲下一摆挑战要找离家较近的所在。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昨讲，这温室的气体加上适应现象，地球表面的温度是一直咧升起哩。5年来有要7成几率，全世界温度会阁升高超过1.5度。虽然大家拢知影讲这碳排放造成的伤害，不过这排放量永远是降袂落来。所以讲暖化造成的气候反常甲生态危机就愈来愈严重。联合国就预测，这5年来可能会出现人类历史上上解怪的离婚。地球愈来愈热，科学家预测，咱已经热到挡袂牢的世界，真有可能搁创新高温纪录。因为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碳排，也加反省型现象。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17针对未来5年恐惊发生的情况做出预测。There's 66% chance that we would exceed 1.5 degrees during the coming 5 years. It's practically sure that we will see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during the coming 5 years once this La Nina phase is over. 超过这个范围，代表全球的温度比19世纪的下半世纪温度悬略是1.5度。当时的工业化、化石燃料排放才刚要开始升悬。世界气象组织嘛发现，未来5年内出现人类历史上上介热的年份机会是98%。The most dramatic changes we expect to happen see in the Arctic, where we have already seen more than double the global warming taking place, and during the coming 5 years, the estimation is that the Arctic temperatures would be 3 times the global averages. 目前世界各地气候灾难事件，像讲野火、造大水、造大旱，拢一直增加。科学家认为，国际社会有这个必要继续努力，将全球的温度升悬控制伫略是1.5度内。16伫法国举行的巴黎气候展，就以气候紧急状态的名，希望会当提高咱的关心，并采取行动。公视新闻黄云玲编译。
咱头拄则看到天气已经热甲真惊人，已经有真侪动物自在袂调啊。亲像北美洲的帝王斑蝶，应该是逐年拢会飞去墨西哥过冬，不过今年的数量煞是比旧年减2成。专家就认为讲，可汗、气候反常拢是造成这帝王斑蝶大减的原因。新闻当中满满拢是感觉小大乌色斑纹似的蝴蝶，这是北美洲上名帝王斑蝶。每年为美国北平甲加拿大来帝王斑蝶，会长度83,000到4,000公里一路路南，到温暖的墨西哥度冬。不过今年飞到墨西哥的数量煞比旧年少12%。Aquí lo que podemos ver es que si comparamos con el año pasado, debido a los factores climáticos, sobre todo las temperaturas extremas en el norte de Estados Unidos y en el sur de Canadá, parece ser que influyeron en que bajara la porción de la superficie. Además de otros factores que ya especialistas 帝王斑蝶算数量方式，毋是照传统一只去算，是算蝴蝶自己伫树基所含的面积。受酷寒、歹天气、加生炭地减少影响，还佫有引生两个灵草减少，还佫有杀虫剂、除草剂滥用，气候变迁问题，拢对帝王斑蝶的生态有真大威胁。La presencia alta de plagas y enfermedades que están afectando los bosques y mucho está asociado al estrés hídrico que tiene que ver con un tema climático. Todo esto hace un cambio en la estructura que debilita los árboles y esto los hace mucho más susceptibles a que presenten plagas o enfermedades forestales. 当地非法臭树仔，互市民当中的松树甲冷杉木真紧消失。偏偏这个树仔就是帝王斑蝶真爱聚集的所在。根据过去数据显示，帝王斑蝶伫1990年代数量捌达到数百万只，不过过去10年来数量减少到12%到72%之间。这互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伫2022年7月时阵，将帝王斑蝶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希望唤起各界关心，复育适合因的生态环境。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泰国曼谷一间百货公司内底竟然是饲猩猩成人客，这一个关都共关30年。这只猩猩即阵已经行为反常，可能已经破病啊。所以讲有真侪民众是呼吁放伊自由，连泰国的官方都出3000万的代票，叫业者放猩猩倒去大自然。不过业者有愿无愿意。伫泰国曼谷市这栋7层楼管理帕塔购物商场，最近成做新闻焦点。因为业者大动作，另外开赏金10万泰铢，买掠伫咧商场外口做饼的人。做饼内容只敢若一句话：释放小莲花。小莲花是互人关伫咧商场注定私人动物园的这只东部大猩猩。1992年，也就是伊3岁时阵，互业者自德国买来，就被关起来，变做北海商场的活广告。消费者只要开80泰铢买参观门票，就让隔条玻璃根据你甲小莲花翕相。正当泰国想要摆脱加好翕相、液态墙顶负面的形象，甲家己定位成做一个对环境较友善的王国时阵，这间伫1982年成立的帕塔动物园就变做爱处理的问题。We have asked Pata Zoo several times. I have visited last time only 2 months ago the zoo and talked to the general manager over there to look for a solution that would benefit the well-being of the animals, all of them, not just the only gorilla. There's chimpanzees, orangutans, there's bonobos,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wildlife that needs an improved life as well. So we've tried to talk with them, but they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y're not willing to close down and want to continue operating the zoo on the top of the shopping mall. 小莲花伫咧冠军阿蒙土基的这个正位空间内面，互人关30档，而且最近15年，本来甲伊关做伙一寡猩猩，拢已经老死去啊，只敢若剩伊孤单一个。真侪游客拢捌看过小莲花伫咧笼仔内面，心情郁卒伫咧拍脸斗，挽家己身躯顶的毛。国内外要求业者释放小莲花的声音愈来愈大。泰国自然资源甲环境部就建议用3000万泰铢换小莲花自由。不过业者讲，小莲花年岁有啊，无适合耍贵。This animal is completely on her own for the last, well, more than about 15 years since her partner died. So yeah, it's a very unnatural circumstance. The environment she lives in, and also the way she's living on her own is in my opinion, not the way it should be.
泰国最近通过保育法，主要是针对防止虐待动物，而且是本国产的物种。私人动物园也有亲像东部大猩猩这寡外来物种，拢无包括在内。国家野生动物保育办公室主任伫接受法新社访问时阵讲，因为野生动物保育法也有动物园动物福利相关的法律拢也未实施，所以帕塔动物园也是会当营业。动物福利法规的执行情形，即个伫咧8个国立动物园内面受到监督。因若私人的动物园是毋是遵守因伫清领执照时阵的规定，是较互官员担心。伊也讲，甲动物的福利比，伊更较担心的是建筑物的消防安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